大家好，我係阿禮。今日呢條片咧就同大家睇下 iPhone 16E 嘅上網表現。用咗一排呢一部機，發覺呢部機就算收得唔係咁好，上網速度都唔會好慢，甚至乎比 iPhone 16更加快，都算係成功幫 Apple 自家嘅晶片散靚招牌。呢條片就同大家分享下，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睇到我以下嘅分享。iPhone 16E 雖然係入門機，外形又冇咩特別，售價又唔算好平，但係因為用咗自家嘅 C1 5G 晶片，就令到部機變得對 Apple 嚟講都幾重要。今次我會用 iPhone 16E 嘅 C1 5G 晶片同其他 iPhone 用嘅 Qualcomm 5G 晶片做比較。喺呢度我哋會用到 Field Test Mode 去做測試。喺呢個 mode 裏邊，我哋可以睇到 iPhone 嘅 signal 強弱，亦都可以睇到佢用邊一個 band 去連線上網。只要撳入去打電話個版，輸入星3001井12345井星，再打出就可以睇晒 iPhone 嘅連線狀況。當然都會用埋 Speed Test 去跑分，睇下實際嘅連線速度係幾多。先喺亞博度試試。今次用嘅網絡係 CSL， 見到個測試都係用緊黃金頻段 N78， 信號強度方面就唔算相差好遠。iPhone 16E 係-87， iPhone 16就係-79。至於網絡速度，兩部機嘅下載速度都超過咗400 Mbps， 但係上傳速度就得 iPhone 16E 可以做到平均有55 Mbps。然後我哋去紅磡港鐵站度試試，今次又試下另一個網絡商 SmarTone， 呢度見到用緊穿透力較強嘅 N1， 信號強弱方面兩部機其實都唔算差好遠。iPhone 16E 係-72， iPhone 16係-70。至於速度方面，下載同上傳嘅速度兩部機都唔算相差太遠，用落個體驗應該唔會有好大嘅分別。喺呢度我哋可以見到 Apple 嘅 C1 晶片同 Snapdragon 嘅 X711 晶片喺信號合格嘅情況之下，速度係真係差唔多嘅。咁但係如果信號收得唔好，咁嘅情況又係點呢？我哋一齊睇下。呢個測試就喺我屋企度測試，網絡商係用緊 CSL， 一樣見到係用緊穿透力比較強嘅 N1。iPhone 16E 嘅信號係-102， iPhone 16嘅信號係-104，兩部機都算收得差啦。但係一跑分真係有啲驚喜。iPhone 16E 嘅下載速度居然可以比 iPhone 16快1倍，最快甚至試過3倍添，分別都真係幾誇張。至於上傳嘅速度 ，iPhone 16就只有1 Mbps 多少少，但係 iPhone 16E 都做到6 Mbps， 唔算話好快，但係同 iPhone 16比個分別就應該幾大啦。睇翻上述嘅3個測試，其實可以見到 Apple C1 5G 晶片嘅技術其實相當成熟。雖然唔 support mmWave 嘅 5G， 但係香港其實都未有得用，所以我覺得分別又真係唔係好大。而且 iPhone 16E 嘅續航力有提升喎，點樣計其實都更加實用，好值得推薦俾大家。